接下来，我们邀请今天的承办单位台北市天籁银社姚启甲理事长为我们致辞。各位长官、各位媒体的好朋友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各位我们诗社的好朋友，还有我们的福伦社的社友，孔子庙很有智慧，他用慧眼识英雄，邀请以吟唱著名的我们的天籁银社今天来这边。在这个中秋佳节、孔子诞辰纪念日，还有教师节的前夕，在这么庄严的孔子庙大成殿孔子的面前来吟诗咏乐，是一个很值得赞赏的一个事情。我们的天籁银社100年来以弘扬诗学为我们的宗旨，我们传授读诗、写诗、填词，尤其以韵律优美的和弱汉音来吟唱天籁调。天籁调音色优美，受到台湾诗友们的肯定与赞许。今天我要引用我们的天籁银社的祖师爷林树山老师他的一首诗，叫做中秋夜，台北桥赏月这首诗来阐述今天的这个节目。大好中秋月，江天万里晴。满桥群客影，两岸观现星。新有风鼓颂，心有月同明，今宵4月2，庆贺故人情。大好中秋夜，江天万里晴，满桥群客影，两岸酸手心。心有风鼓颂，心动月共鸣。今宵4月2，庆